上海戏曲家集体来两厢，雅歌春韵，对学手印60印象。毕春芳老师之子吴越，戚雅仙老师之子傅兴义首次亮相荧屏，带来绝版珍贵资料和您从未听闻的七弊故事。不少戏剧名家集结一堂，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？幕后黄金团队再度集结，又会爆出怎样的故事？尽在7月4日晚娱乐频道《欢乐星期二》栏目。欢乐星期两，今朝不一样，上海戏曲家集体来两厢。表情哥哥，哎呦，丁弟弟侬好，兄弟啊，侬喊我来做啥啦？哎呦，今年啦是阿拉学手印60印象60周年，哦那么我想请侬来唱阿拉七必拍。 60年啦，哦，不轻容易哦。是的呀，哎，七必老师啊，对粵剧的贡献是相当大的。是的呀，所以阿拉作为弟子后辈，一定要纪念那时候的七必老师创造下来的黄金团队。是呀，作为阿拉后辈嘛，就是要继承好老师前辈的这些好的么子，是的呀，才能发扬光大。所以呢，我想请侬帮忙，帮忙，帮我做啥事体啦？叫侬唱一首七必拍。其实毕老师呢，包括戚老师，侪是我非常崇拜的老艺术家。没老的艺术家，也没今朝阿拉这些后辈的真的前进的动力。表心哥哥啊，我晓得侬七拍唱了老好，必拍也唱了不一般。侬搿趟唱七拍还是唱必拍？我现在要卖一关子，不会告诉侬的。做啥啦？讲呀！让我私底下先练好了再讲。哦，也来卖关子。哦哟，表心哥哥啊，我个人啊，侬晓得个呀，要到舞台浪向呢，我不好出丑的，一出丑对不起毕老师的，侬晓得不？这倒是啊，表心哥哥认真哎。所以侬晓得个呀，每次只要㑚有活动喊我，我随叫随到，毫不犹豫的。我讲侬一定要来参加的。这个绝对是兄弟哦。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机会呀。哎，侬看讲了好吧？谢谢谢谢。但是侬要记牢，阿拉两家头做的是啥？我们唱6拍的，侬们唱8拍的，那么阿拉两家头嘛叫必乐。夫妻们徒弟苦，才
新疆。上海味道不一样的味道，今朝不是吹头挂脑，而是很有腔调。今朝呢，阿拉两个主任拨了我任务，帮我讲今朝不是寻吃的味道，叫我去寻找上海本土的传统艺术味道。哎呀，搿个吃我是老句的，搿是本土传统艺术啥味道啦？搿关键今朝阿拉个老主播还压脱，我讲看多少粗口，但是还好我聪明啊！搿网高头刚刚我穷尽了，嘿，终于拨我寻着了。是不是和今年子阿拉700两位粤剧艺术家血手印60印象的纪念活动有关？阿拉搿两位老师粤剧方面呢，摸了良心讲，我是一眼眼也不懂。看来我要请到一位高手中的高手。各位老师不同一般，因为姨就是气派传人，同时呢还是我们戚老师的女儿付新文老师。哎呀，付老师，是呀，我今朝寻侬，我老激动了，晓得吧？为啥介激动因为我今朝真的要靠侬来救我条命了，侬不晓得哦。因为其实我对这个粤剧方面啊，真的是知识很匮乏。关键阿拉两个主任我也造了10话了，像空笑话，晓得吧？我相信只要有阿拉付老师一家头哦，好统统搞定，对吧？搿趟呢，刘谦，我跟侬讲了，搿趟呢，就是讲我呢要帮侬介绍2个顶级人物。顶级人物哦，就是讲比付老师侬还要结棍的粤剧名家。No， 为啥道理？搿2个人呢，他阿拉粤剧专业一样勿搭界哦，不搭界啊！哎。不得干了帮阿拉介绍啊！侬不是帮我去也喏，拔出来了。但是搿个2个人呢，他7002位老师呢，都是有种不解之语。我带侬去迎接一下，马上就去看。你来就去看好啊！好，跟我来啊！哎，还有我来，那搿是刘谦，搿个就是我哥哥，也是毕正芳老师的儿子啊，吴玉哥哥。这个是我弟弟老弟付新义。哦，老师侬好，侬好，幸会，侬好，老师侬好，侬好。阿拉坐下来讲好吧？好，阿拉还有哥哥呢，伊是侬晓得全球顶级的最大的奢侈品经理啊。那么阿拉弟弟呢是上海深蓝红玉整区的。这2位老师都是跟粤剧工作，后来都是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但是是亲情关系。对。今年正好不是血手印首演60年嘛，因为2位母亲首演血手印的时候是1957年，那么今年不是2017年吗？正好是首演60年。那么阿优姑姑呢有一个很好的构思，所以呢也叫了我们小弟哦查了好多资料。刚刚伊拉还来了图书馆啊、档案馆来了查资料。我觉得今天我要对戚老师跟毕老师了解的话，我通过3位对于自己妈妈的这种回忆的话，应该是最生动的。57年的血手印，其实是7毕2个流派进入一个巅峰时期的一个巅峰之作，具有巨大的一个代表性。这个剧本本身是戚老师的先生爱人，我爸爸的编剧，对，你爸爸的写的，对，傅俊杜老师写的。但不光如此，我觉得这个戏本身从历史的角度，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它，几乎是为戚老师而写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戏。像现在人讲的，搿基本上是量身定制的，非常是很有故事。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故事，表演风格。与此同时呢，毕老师应该说本身作为一个粤剧流派5大小生之一啊，就是说他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后起之秀的人物啊。血手印这个戏奠定他这个5大小生之一这个地位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
那天西城送一来，方知小姐一片心啊。去年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愿是你邻家人，送伊做啊是文，乃是相公牛逼挂在心里。怀念先辈啊，就是纪念我们的母亲，包括我们想到的文化遗产等等。那最关键的不是停留在过去，而是得要感动今天嘛，对吧？他们的精神怎么来鼓舞我们今天干什么？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原因，所以我才就跟妹妹跟弟弟，我们就联合起来，我们觉得今年我们应该是狠狠地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是一个亲情文化之旅，就是说我们去重新发现我们的母辈，整个这个过程，让我们自己能够回到了，比如说57年的那个春天。所以我跟小弟说，我们第一个故事就变成重温1957年的春天的故事。大宋话语儿女终去所人，自己在未婚佳期往事千金，生计琳琅少分，两家有年定亲，指望偕老长存。西陵门里年罢了，把王家日记新人，门户一片贫富不等。老屋寺里吕香会呀退婚，妾身情容当时既如夫君，珍惜天时良机，花园见面相约人情，在自凭空望西城白纱，随缘难生。而今吾你跑了清平世纪，离了他发娘亲，可怜我的披甲衣披穿小裙，哪来匆忙新婚之路，理由不让死别之情。夫妇外父之人心灰，王法无有分寸，经不起理应别公啊，不是三考六分，却当人伤，欲去难分，不让判斩，可两命。一部戏60年，可挖掘的东西可不要太多。对对对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我觉得可能我要来解释的是以这个情字，对吧？是个亲情这个情字的出发点啊。七碧老师这两位呢，在他们这一辈老一辈的这个粤剧的这个流派的创始人当中，最凸显的是他们这两个人是出生在上海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叫海派文化的情节，就是我们到了图书馆。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做到的就是说，把当年血手印上演1957年3月2号
首演日都找到，你看都找到所有的用心的合作乐剧团首演学首映，然后当然是爆满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一下子看的4个月的报纸，那然后知道这个戏竟然连续爆满4个月。瑞金剧场是一个有1300几个位子的一个大剧场，连续爆满4个月。我随便算他，我说他起码演了100场，对吧？4个月嘛，4个月呢？4个月100场，天天爆满，那就是起码有13万人次在看这个戏。几十年的场上就是把七碧跟瑞金剧场作为一个天然的连接。讲到瑞金就会讲到七碧，讲到七碧就一定会讲到瑞金剧场。2016年在纪念这个杨绛先生100诞辰的时候，有一些纪念文章中还特地谈到这个瑞金剧场是戚雅仙、毕春芳老师经常演出的一个驻场剧场吧。现在呢，除了我边上的呢，就是阿拉亲爱的王志娟阿姨。那么伊呢，实际上还有个光，伊呢也是阿拉57年学手艺，现在毕业了还健在的老艺术家。那当年伊个志娟阿姨，侬就是伊个秋友是吧？阿拉志娟阿姨个阿姐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。那么阿拉志娟阿姨呢，就是从年轻就是来了我妈妈跟别家妈一起啊，所以实际上志娟阿姨我小辰光就觉得侬和文娟阿姨唱了老像。阿拉别会拿侬照片寻出来，有一张就是抗吴搿一张印章嘛，侬勿是那个盘嘛，勿是那个笔要写几分了嘛，就搿能介搿张照片，老清晰个一张特写。阿拉到图书馆去查是3月2号第一天一共演了40多回，天天满，天天早晨阿拉演九凤镇，算青年那个辰光啊，九凤镇演下来演2场。学手艺那么九凤镇就来了演，张是青年导演，就志娟阿姨，我这个是算青年，对，就等于上足乐剧团一天是3场戏，一直是搿能个，但是精神老好，因为阿拉到财经剧场是吧？人家侪讲阿拉是小人戴大帽子，对个，我听别个妈讲过，小人戴大帽子，那好像是。1300多只位置，哪能坐得满？蛮危险的，就是讲，结果是想不到是，哦哟，这个演出是老早来排队来了，排队买票子，买票子夜里向排到天亮搿能介，通宵排队，通宵排队的，阿拉生意好得来不得了呢，钞票是，发钞票是搿能个，今朝我搿辰光是150块1月，以前50年辰光50年代，150块1月，讲不通150块1月，总有的300块1月发的，是吧？那么等到6月里来人，那妈，那么这些觉着好像要休息了，歇下了，阿拉休息1个月歇下，只发2个月。所以我辣辣算啊，侬想是4个号头里日夜2场，搿个大概有个13万人次以上，搿个4个号头全上海人搿是看得起。全上海个人啊，有时是一个人看多少遍数不晓得的个。就讲侬一直看下去，有的人一只位置我包了海，一直包了海，看不厌啊！我就讲，伊这戏看不厌，就哪演一场我就要看一场，搿种啊，这是铁板戏，铁板戏。搿是真的是蛮兴奋的，蛮兴奋。尤其这个学音是，哎呀，学手艺特别很浓哦，疯得来，疯得来。现在想想哦，因为那个妈妈欢喜，对，比较擅长演，对。像现在一只新戏起来没几天好演，对。阿拉一只新戏上去是几个月有。对呀，阿拉爸爸曾经是有句闲话。搿是时代造成的产物，随后是集体的智慧啊，走到接近。去年在庆祝毕春芳老师90大寿的演出中，王志平与黄慧对唱的《学手印3杯酒》令观众兴奋不已。那这次演出又将由谁来担纲这段经典的表演呢？老师，小王子来啦！哎呦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坐。哎呦，赵老师，真是啊，搿趟要侬帮忙嘞，7月14日
应该呀，阿拉应该。戚老师、毕老师才是阿拉个月球的大家。对，今年一定要支持的，一定要支持。侬对阿拉搿支持，对伐？因为阿拉一年子辣棚里向嘛，辣录搿个越剧连环111，正好这盘带子的时候。葛么我想侬介忙哦，还有好像到香港演出对伐？对，7月份到香港演出。哎，香港演出侬看搿能介把辰光档期排出来，所以我真的是对戚碧老师2位戚碧艺人谢谢侬。对，因为这段唱阿拉没唱过嘛，阿拉搿段唱是。对呀。对，要好起来，要从头好起来。是亮点。他是处女秀啊。对，处女秀的气派，处女秀对。这7拍哦，真的蛮难唱，但是呢，我晓得了，陈氏是老聪明的。因为各个流派，我看侬哎，流派、副派对吧？一趟能够唱7拍，期待吧，期待吧。好，我一定好好教唱，一定好好教好啊。还有赵老师对吧？我唱了多了。侬唱了多了。上元打岗里向7拍。我不是男扮女装，我上了一段7拍。那搿趟是8拍我也唱过呀。阿拉亲密接触里向4种浪漫男人，我里向就有的8拍。对吧？4拍、8拍、6拍，侬统包了。4句8拍，当时啊观众掌声老欢喜，对吧？搿趟是观众是一饱而福，毕老师是开心的嘞，侬一唱哦，来埃面的就是来开心，哎呦，小赵啊，唱得好哦。那一日前堂道上送李逵，李氏家有小九妹，上庭上面做的媒，义兄是特地登门求亲来。200-300余做应得，前世姻缘安排拢了。我8拍是唱了勿灵的。我重在参与，然后嘛就是讲希望阿拉能够为那个你们7碧演唱会增彩添色。肯定的。也是出了一个难题，实际上因为我们要转调的嘛，搿趟要转调的，男女生要转调。哎，所以搿个事体侬我们还要习惯，对吧？哎，还有就是讲，我感觉不好意思哦，阿拉因为搿个演唱会实在是拿支持为主，就是讲到辰光拿搿个哦支持。哦，那肯定的，肯定支持的。雅歌春韵，对，学手印60印象，邀请函拿太倒霉了，太郑重了，大家在自家人呀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去年呢，应该讲是非常遗憾啊，因为正好毕老师演唱会，阿拉正好红色娘子军最紧张的辰光，正好也是搿个辰光就要立马就要演出，所以呢实在是抽不开，所以呢蛮遗憾的，留下了一个遗憾。对，没有参加那个。我是觉得有点愧对毕老师啊。那么今年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们弥补，所以呢我们小娃得了1讲，我回来到城市一讲，好呀，今年阿拉有空一定要参加，一定要也完我们一个心愿。对，非常感谢。所以阿拉接下来一定努力，大力支持，拿搿段唱理好，对吧？在14、15号的演出中间，希望能够得到观众们的喜欢。这肯定的。去年呢，搿个3杯酒呢是王志平跟王维唱啊，那么观众一记头也是感觉很新鲜新奇啊。夫君在饮2杯酒，双手发抖酒花流。琳琅啊，你我就像这半杯酒，难配夫妻到八段。
小弟呀，旧人分别半夜来，我与你离人夫妻永分手，夫君连三杯酒，悟空究竟的瓦驴，琳琅啊，可问老天无地狱，善良之人多报应。爱里应过三杯酒，酒水尽来我泪万流，小弟呀，今生无缘再聚首，但愿来世再配家儿呀。那么今年那个三杯酒经典的，让咱两个人，搿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了，因为你们靶场继父搿段也是吃蛮经典的，哎，蛮经典搿。段应该讲最经典。对，所以我们对吧是应该最经典就阿拉能唱到搿段，也觉着蛮荣幸的。到辰光小娃侬要教教我啊。那么我叫阿爸家教教我。对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因为我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我们现在所喜欢的都是流行歌手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没有一个歌手可以做到每天演，他们最多就算世界巡回演出，最多一个人也就演30场，那他已经不敢再想了，因为这个对他的售票也是很有压力的。是的。他能做到每天都爆满，连续那么4个月。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情景，其实我们要知道，其实越剧就是当年的流行音乐。而且不光如此哦，当年的上海的这个现代化的地位是非常凸显的。因为我们现代化说，当时也是最洋气的地方了。对，肯定是，对，文化都是，就是连外婆都吃过蛋糕的地方，不是光孙女吃过蛋糕。因为我作为苏州人，当时就是在他们口中就是难得去一次上海，哇，那就是太洋气了。对，所以你回到那个年代，就是我觉得这些氛围使我们非常激动，然后呢又让我们想象出更多的空间，用各种的方式来对这件事情做纪念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吴老师啊，你还记得我们7B两位老师的第一次合作在什么时候？他们应该是在1950年年底，1951年年初开始正式一起合作的。那我特别好奇的是，我们的7B两位老师在生活中，虽然说他们舞台上是黄金搭档，那生活中的感情更胜似于是姐妹。当然是舞台上是夫妻，台下是姐妹，我们还更是邻居了。是邻居。对，有曾经在陕西北路的30弄6号，我们是上下邻居。这个故事跟薛守印也有关系哦。这个邻居为什么会跟薛守印有关系？薛守印之后我们成为邻居。对的。都说气必不分家，但两位老师搭档间的小插曲，您知道吗？原因啊，是不是我也一直听说讲，侬跟阿拉妈有一段老有趣的故事，当中跟阿拉年纪轻的辰光。阿拉两家头也是讲，也是应该是有点缘分哦。因为搿辰光伊嘛来看阿拉个戏，
你看那个戏呢，戴了副太阳眼镜，那么阿拉后台的人呢就发觉了，哎呦，原来讲这个小白脸来看戏不动好脑筋，认为好像伊是来看中华的，那么大家侪有提高警惕噻，好像搿能介意思。那么别认得我哪办法呢？伊要想认得我，大概我搿辰光小的辰光蛮好白相，伊也蛮欢喜。听说你当时是粤剧界最漂亮的，不是最漂亮的，就是我搿辰光人没小，那么那妈妈后头通过电台照相馆的张小姐，让我到那屋里向去吃宵夜。哦。咁么阿拉妈讲呀，搿同行中要叫侬去，侬总归要去个。咁么我去了。咁么到伊屋里吃宵夜呢，吃泡饭。但是小菜。那小菜一只只是7、8只，蛮考究的，就是但是泡饭是吃泡饭。咁么吃好了以后呢，咁么伊讲今朝就不要回去了，住了搿搭。我讲好了。咁么住了搿搭嘞，拖鞋调好，刚刚要困觉。下头吃夜星来了，阿拉妈来了，一叫，哎哟，搿这个我吓得来拖也寻不着了，拖也寻不着了，搿等于像谈女朋友一样，等于伊外头有外遇了，外遇了，我们勿觉得搿能状态了，那妈上来一看我厉害嘛，像白板对杀了，搿个是伊拉妈了，伊拉妈，吃夜星了哎，搿我勿觉着个咯，伊拉两家头有搿种感觉，我没搿感觉。搿么搿几年了？伊拉两人已经搭档了嘛？5两年、5、3年了搿。我辣演孔雀东南边嘛。伊拉伊不是，伊拉伊不是，在已经好做了。那么搿个辰光呢，那妈跑上来，那老勿开心了。哦，老勿开心嘛，吃醋了。那么大家讲吃生理，介大个生理哦，一人一只，每人自家一把刀削。削好生理。吃好生理，搿辰光句话多啊，勿讲闲话，一句话一句闲话，讲出来哦，搿叫老尴尬嘛。我讲，搿么我讲搿能好唻，我讲，那两个人困一只被头洞，我讲我困自家一只被头洞，因为都已经被留宿了，没办法唻。我大概到早上头5、6点钟呢，我就起来了，到大概11点钟，那妈电话来了，啊，他电话来，啥去？伊讲哟，对不起，伊讲，像那边留一样听。我讲不要对不起了，搿种事体我讲侬下趟自要注意了。我晓得了。蛮好白相哦。那么后头呢，阿拉两家头人缘蛮好，蛮好呢。搿辰光呢，夜里向搿辰光唱好戏呢，侪吃宵夜。阿拉两个人哪能约会的呢？伊白茶船呢，正好。孟娇儿啦，搿段唱呢，别人讲勿来海，要辣后台个。我嘛，丁三军正好顶孔雀东南边城区楼空，伊一家头唱。侬也勿得对了。那么阿拉两个人就是每日天约好搿辰光通电话。有暗号个。搿辰光实际上大概7老师、8老师廿6、7岁。侪小嘞。侪小了，蛮皮的，搿辰光是蛮皮的。但是后来呢，那妈开头大概有点误会，伊认为大概毕春芳要抛弃伊了，要寻我了，讲实质上是没这个事体，只不过是我是一小妹妹，伊欢喜我，那么后头呢就是讲，那妈也了解了，了解了后头3个人一道白相，后头来放心了，一道白相，那后头观众叫阿拉吃不消了。哦，吃不消3个人，哦，吃不消，哦，哎呀，吃不消来了，吃不消来了。哎呦，阿拉第一趟听到，哎呦，哥哥，一直。那我想问问看，我们3位老师有没有记忆？就是当时文革之后恢复演出，又回到了这个瑞金剧场，那个恢复之后的第1场演出，你们还有记忆？挺感动的。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因为那个年代。可能在很多人心中是一种特别的滋味了，我就想问，就是说81年79年9月，先是79年。那么说，如果是谈血手印的话，应该是80年，79年9月，79年9月。OK， 那么79年其实第一个恢复的时候还不是血手印，就是戚碧老师就演了一个楼台会，梁祝楼台会。当年其实老大姐们，包括徐老师、范老师。都没有演小生，粤剧院上演的是叫《忠魂曲》，对，里面同时徐老师跟范老师都分别扮演了2个老太太。对，当戚碧老师要准备重新上台演这场戏的时候，其实背后是有争议的。还有过讲的这个
两位老师文革以后重上舞台，楼台会我是有记忆的，因为母亲恢复演出以后我几乎每一次演出我都去看。对，因为楼台会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，就是两位老师在离开舞台10几年以后重新回来叫楼台会。对，理论上生活中他们叫舞台会。在舞台再次相会。这张照片呢是伊拉这张照片我没看到。5七看到上面第一出戏，后头还有天字后头。是亲娘写的，那妈妈写的，亲笔写的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上面是写着1979年的4月6号，哎，再生演出，太珍贵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，好，这么珍贵，这老好哎，我要问你借来用一下。借来。文革之前我们是太小，没有感觉，只有几岁，对。刚才艾顾讲楼台会上，他们跟观众眼泪都流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。就是他们两位所创造的艺术，在市场的认可度非常之高，这是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感性的认识。那刚刚呢，我们几位老师呢都讲到了，你们其实也是去图书馆翻阅很多资料，包括其实家庭中也有很多我们两位提笔老师的一些资料。我想问问，今天我们傅老师有没有带一些当时他们演出的资料？给你展示一下。哇，这个资料一定要小心谨慎。57年的，这个是79年的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是57年的，57年第一次首演血手印的时候。哇！其实我们后来发现，57年它4个月连续爆满嘛，所以这个说明书是不断的翻印变化。这是其中一本，这是其中一本，对，我们在档案馆看到3个版本，至少3个版本。这一本是特别珍贵的。那同样这一本是在79年恢复演出第一个大戏的，所以我现在回头看他们这个团队真的非常可爱，也非常的团结。你现在看他说明书，看他所有的演职员表，你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跟57年的一对比，几乎一样的，对。接下来，黄金团队将集体登场，为您讲述弃币音乐上的独家成功秘诀。京安豫剧团的音乐，在我们全国来说，有它的特色，主要特色是哪里？主要特色是对话，阿拉乐节，只要是小班，慢班，柳丝，我们剧团呢，又创造了很多的反响。合作乐团的风格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的演奏的方法。演奏的方法怎么样？演奏方法不同，他们很平的。你包括小班，当当当当滴答答滴当当滴当当滴答哆来滴答滴答滴答哆来咚，拉的跟弹的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合作乐剧团的小班就两样，我是弹大三弦，我们把这个节奏就跳出来了。姐妹们谈笑真相爱，恰不见秋香美串串。似曾一刀将开点，轻描忙心思乱，哎呀心思乱啊！何孝忠老师，何孝忠老师，他又创造了一个呢，他只有把这个节奏拎出来。我们何孝忠老师两个呢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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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也到那里，又唱，当当当也到那里，这个我们后面的乐队我们就懂了，当当当，所以这个紧拉慢唱，我们有整个我们的都唱
一整套的排练都很好。我们现在在乐清店参加全国比赛，我们得演奏奖，这是少见的。这乐队得奖，乐队得奖，而且我还听说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戚碧老师文革以后恢复演这个楼台会，连过门都会有满堂彩。对对对，就上次楼台会是谁拉的？还是贺老师拉的？这个是贺老师拉的。哎，79年一个刚开始这个乐是罕见的。罕见。时至今日，戚碧流派的风采不仅在粤剧界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京剧名家孙正阳先生也有着自己的感慨。小燕说：“咱从小就觉得是印象当中非常深，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就是一直到最后，你跟我妈妈同台，这是只有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这是真不容易的，真不容易。那是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。叫什么？舞台姐妹情。孙子西山正夜。”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不细听可长相随。离开那这江南水乡，归却在这女子闻喜风光美呀个铃啊铃铃哦，铃啊铃铃哦，风光美一郎喂。真是戏美曲美，唱得也美。唱得好，唱得好，这对姐妹花唱得真好啊！一对鲜花是刚刚开，看得我把眼是闭红哎。美丽的鲜花人人爱呀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不采白不采，采了还要采。真的是好感动。跟你妈妈一起演戏啊，真是感觉到她妈妈这个人呐，哎，真是了不起的人。对对。你看他越剧都讲究什么流派，他就不讲究流派，就是按他的唱，他觉得他怎么唱这就怎么唱，他怎么表演他就怎么表演，所以他这个放松，给观众看着他很愉快很放松，哎，结果他闯出一个弊派。今朝啦，我是心情是非常的激动，阿拉个姐姐挑山女人名人华文姐姐，还有我的兄弟叫王伟兄弟，阿拉今朝请到搿搭，所以呢来支持阿拉七必派，所以呢是非常的感谢。那么我想阿拉个华姐姐，侬肯定有交关闲话要对阿拉讲。我们其实静安乐剧团成就的这2位老艺术家，跟我们以前的秦艺湖剧团，现在宝山湖剧团杨菲菲老师和赵春芳两位老师的2个流派，其实他们有异曲同工的，有非常相似的那些东西的。也是正因为我这次张老师一个电话，我是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就说好呀，我也不知道让我来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让我唱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是奔着首先是对2位艺术家的一种尊敬，2是对2位艺术家所留下的这份艺术的尊敬、敬爱，3是我觉得我们这代演员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种阶段，也是对小一辈的一种教育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参与，不管是他们流派的组合，还是我们院团的一个参与一个支持。现在跨剧种的一个跨界的一个支持，我觉得艺术它在进入某一个层面它是相通的，它并不是说
要分开来的啊！你是什么徐黄的、徐王的啊？你是什么七必的啊？你是丁舍的，你是杨妃妃的。其实那些老师，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些胸怀的。是的，刚才花姐姐一番话我觉得真的很感动，因为跨界思维，还有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，我们的责任在什么？那又是一个新的粤剧100年进入上海的，那我们应该在做些什么？我们应该做好传承工作。其实戏曲现在我觉得机会是很好，机会是很好。我们之前都经历了一段非常萧条、非常就是滑坡的这么一段时期，我们都撑过来了。现在撑到了一个艳阳天，但是艳阳天的机会来了，我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？这是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搞艺术的人，就是不像我们以前老艺术家那么纯粹。对的。好，我觉得艺术就是艺术，艺术家就是一种简单的人，一种朴素的人。艺术家必须具有一种普通的情怀，朴素的情怀。我不是说当时穿的破破烂烂叫朴素，不是他的情怀。对，他必须是拥有一种朴素情怀的一种人，他才能创造出绚丽的艺术来。也是老艺术家，就是像我们七必老师、陆老师，他们老艺术家，他们有他们的一种境界和情怀。我觉得我们这一辈还达不到，但是我们在努力。听说你去年参加的我去年也是。对啊。那今年继续搞这个，那有些什么不同或者新意呢？介绍。我去年参加的时候也是赶鸭子上架。我跟小蛙说，小蛙，我从来没有。你唱气派啊？气派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跟戚老师距离实在太远了，我的声音尖细高是这样。后来唱出来效果真的不一样，观众很轰的。对，那后来我是既然接受了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。真的非常好。我对观众要负责，对自己也负责。然后我就学唱了。那天我们张导演在，我第一次跟乐队唱。其实平时我就在家里哼，不敢唱出来。我说唱的肯定不好，肯定不行。但那一天乐队一上来，那个情感好像上来了，那感觉也找到一点点了。然后被张老师一鼓励嘛，我的感觉更好了，真的是好。到现场演唱的时候，观众对我的鼓励也是让我觉得，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其实也是奔着就是对夏先、毕春芳2位艺术家的敬爱、尊敬、敬爱。就是说，不管是让我来干什么，就是其实来干什么，我还糊里糊涂，到时候给我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今天的节目确实，所以还想听你介绍一下，到底是个是的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是我们七必派呢，就是60印象学手印，它是60年了。还有就是2位姐姐哦，就是讲侬来支持阿拉七必派搿场演唱会哦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阿拉毕老师儿子呢，他呢是跨界，这次呢。他想出来就是纪念学手印60印象，那么有很新意的演绎或者讲故事，还有呢，曹可凡都来，张明全，大家都来参与讲就是60年前的故事，所以呢，请侬2位呢，就是个到辰光一道参与里向，会领略到很多的新鲜的。